我哋 IVM 係一間專注於營運售賣機同埋無人零售技術嘅公司。喺短短唔夠10年間啦，喺香港已經營運超過2000部唔同嘅售賣機啦。涵蓋嘅地方包括高級嘅辦公室啦、私人住宅啦、酒店啦、健身室啦等唔同嘅場景。我哋會持續提升售賣機嘅技術，去提高客戶嘅消費體驗。例如近年我哋引入咗一隻新嘅 AI 售賣機俾客戶使用，佢就好似一個縮細版嘅無人商店。客人咧只需要拎佢個手機 scan 我哋機身上面嘅 QR code， 咁就可以一打開門拎佢哋自己中意嘅產品。咁閂埋門之後咧，系統會自動結算佢哋拎咗啲咩產品啦，同埋自動扣款嘅。成個過程快捷又方便，冇咗傳統售賣機嗰種又要彎低身拎貨啦，又要拍卡貨嘅煩惱嘅。除咗持續開發新嘅售賣機技術同功能之外啦，我哋對補貨服務嘅準時同埋穩定性咧要求都非常之高。一旦咧售賣機出現斷貨，唔單止影響即時嘅銷售，仲會影響客戶對我哋嘅品牌信心。再加上咧，我哋業務每年增長得好快啦。如果單靠我哋自己去維持一支大型嘅車隊同倉儲團隊去配合發展，成本會好高，管理難度亦都好大。喺營運上會面對唔少困難同挑戰。所以咧，我哋選擇咗同順豐合作。順豐喺全港有好完善同埋廣闊嘅物流網絡，所以我哋就利用順豐幫我哋嘅售賣機補貨。有咗順豐之後咧，我哋補貨嘅服務更加穩定又可靠，送貨嘅時間咧亦都好有保障。我哋只需要提早1日同順豐落單，第2日順豐嘅同事咧就會幫我哋喺全港嘅售賣機補貨。而且順豐同事嘅服務態度一直都好專業，好有禮貌。令到我哋都好放心咧，由佢哋服務我哋嘅客人。嚟緊我哋都會計劃進一步使用順豐嘅倉儲服務，甚至會考慮用埋佢哋嘅冷鏈物流，等我哋喺售賣機入面可以提供更加多嘅新鮮食品、凍食等唔同嘅種類產品嘅，滿足唔同類型嘅客戶需要。